不過，君綽海逸酒店日前發生3級大火之後，星期一朝早10點幾又再發生意外。酒店頂層41樓一幅大約10尺乘8尺嘅巨型玻璃幕牆突然飛脱，跌落隔離嘅一個地盤度。玻璃差啲就擊中喺吊籠入邊做緊燒焊工作嘅3個工人，好彩最後都冇人受傷。喂，頭先爭幾多尺啊？爭邊人諗嘢到咧？邊兩邊？即係6尺到啊，3至6尺到啊。哦，驚唔驚啊？而家見唔見到塊玻璃飛落嚟嗰下跌？喺玻璃跌落嚟嗰陣，懷疑氣流令到地盤圍牆嘅一塊鐵皮飛脱，跌咗落去京華道，擊中附近停泊嘅一部採訪車。警方接報到場調查，疏散地盤入邊10幾個工人，並封鎖附近嘅京華道同福蔭道，唔俾車輛通過，又通知有關部門派員到場了解。現場消息話，酒店仍然傳出濃烈嘅燒焦味，工人正加緊搶修被燒毀嘅酒店房。警方目前將案件列作高空墮物案處理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